我是 Sherry， 又到了雪莉姐姐的回忆杀时间。继上一集网友的反应非常热烈之后呢，居然还有人就是看到哭真的是太夸张。好啦，所以我们今天又精选了几部我小时候很常看的动画电影结局，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来 Holy 的就是小时候超爱，但是长大之后却忘记的动画结局 Part 2。好，今天第一个呢要来讲的就是小魔女哆瑞咪，霹雳卡噼噼啦啦波波尼亚贝贝鲁多。光是听到那个开头，是不是就让你瞬间回到童年的感觉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小时候的经典回忆之一，而且就算你记不起剧情，也绝对不会忘记哆瑞咪的咒语。霹雳卡噼哩啦啦，波波丽娜贝贝鲁多。长大之后，真的觉得发明这个咒语的人很厉害，怎么可以这么朗朗上口啊？好了，那小魔女哆瑞咪是一套东映动画制作的影集，一开始播出是在1999年，到现在也已经20年嘞，哇，真的是岁月催人老啊！那这个故事呢，主角就是春风哆瑞咪。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哆瑞咪意外的经过了一间魔法堂，在他进入之后，一个不小心就拆穿了具有魔女身份的魔法堂老板魔女丽卡。所以害他变成一只长得嘟嘟唇的超阿贵，他就软趴趴，看起来很好吃美。小布丁，我不要，我不要！小布丁不能走，小布丁。我想要这个人讲话可以清楚一点吗？那整个故事就是在说，为了帮助魔女丽卡恢复原状，所以哆瑞咪和她的朋友们一边参加魔女践行生的考试，一边用魔法在生活中帮助周遭人的故事。那动画总共出了4季，在第4季的最后呢，哆瑞咪他们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决定不要成为魔女，因为他们在当魔女践行生的时候就体会到，人类虽然不像魔女那样活得长久，但是可以把经验传承给后代，而且其实很多事情即使不需要魔法，只要怀抱梦想，总有一天都可以做到的。4年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皆さん。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蛮催泪的，因为你看全部4季哦，全部都是在讲魔法有关的东西，可是在最后面呢，他却是在说他想要回归正常人类的生活，然后去面对他们之后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困境，好勇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要当魔女。我要有魔法，拜托！我想要可以在天上飞，我在天上飞。Look, up in the sky, it's a bird. It's a plane. It's Superman. 好啦，那之后呢，就到了毕业典礼。哆瑞咪因为不想要参加毕业典礼，所以就把自己关在魔法堂里面，回想起当魔女见习生的点点滴滴。最后因为魔女丽卡把时间暂停，请约他们去找哆瑞咪，所以哆瑞咪最后也是有去参加毕业典礼啦。那故事的结尾就是毕业后，雨月跟哆瑞咪念了不同的学校，然后桃子去了美国，小爱去了大阪，然后音符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到处跑，最后在小花还有魔女丽卡回到魔女世界之后就结束了。さよならは言わないよ。花ちゃん、今まで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ありがとう。不过在去年出的《寻找小魔女哆瑞咪》，我有去看，一样也是音乐一下我就鸡皮疙瘩，我甚至是整个后脑勺就发麻。讨厌！但是呢，这部剧情我觉得比较偏向在讲现实世界，而且完全就是拍给我们这世代看的动画。我觉得看完蛮值得反思一下的啦。因为在现实世界的我们，是不是需要找回自己的自信还有勇气，去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困难的考验？就像小魔女哆瑞咪的结局，最后他们决定变成普通人，勇敢去克服所有的困境一样。不过呢，顺便跟你们讲一下，小说的结局也是蛮精彩的。从小魔女哆瑞咪16、17、18到19，大概就是在讲动画版国中毕业之后的故事。在里面可以看到哆瑞咪再度与雨月还有小爱、音符他们齐聚一堂。然后在第19集的封面，就是哆瑞咪长大之后变成气质老师的样子。想不到小时候考0分的人，长大居然可以当老师吧？所以真的是不要去小看你们现在身旁考0分的同学。果然这个是一切要有心就可以做得到的。接下来这一部外星人田中太郎也是经典的动画之一呀。
虽然说它不像火影忍者或者是数码宝贝那样轰动，但绝对也是大家小时候会说我也有看过的动画之一吧。那这个动画呢，也可以算是比较日常篇。那故事大致是在说，布城町小学有一天，班上转来一个神秘的外星人，他的头可以随时更换，然后身上可以随意的变长变短。而且身体上还会偶尔出现奇怪的按钮，还会有扭蛋从屁股掉出来。总之呢，就是他跟高志各种搞笑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我真的是长大之后想问那个作者到底是嗑了什么药，为什么他的剧情可以这么好笑？我真的推荐你们没有看过的，拜托要去看《田中太郎》好不好？这个太好笑了。然后呢，里面还会有溺水的青蛙啊，还有坏坏星球来的黄色外星人坏坏，跟那个永远都会在奇怪的地方出现的面店老板，真的是有够强。那动画的最后一集，整个故事走向突然变得超级奇怪。高志一回过神，发现他竟然在扫厕所，结果呢，其实是太郎在搞怪。全部的人都在摄影棚里面轮流更改剧情的发展，让高志很不爽。后来轮到高志安排自己喜欢的剧情的时候，所有幕后人员都说他演得非常好。结果呢，所有人就把背后的拉链拉开，竟然全部都是太郎啊！我的老天鹅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你们知道更无厘头的是什么吗？太郎又把高志的背后的拉链打开，又冒出一个太郎。然后呢，故事就完结了。果然，这部动画就是处处充满着惊喜呀！所以我认为从头到结局，所有都是太郎，就是全部都是外星生物，他们在自导自演的感觉，是吧？对啊，那些人其实全部都是太郎不过我觉得不意外啦，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这部动画的风格，就是永远让人意想不到的感觉。接下来要来讲的是 Keroro 军曹。我小时候还收集了很多 Keroro 的周边，可是我不知道丢到哪边去了。然后我还记得我班上有很多男生，他的铅笔盒还有书包全部都是 Keroro 军曹，就知道他那时候有多红。国小的时候吧，我没有在骗，我真的是有看。Keroro 军曹就是在说几个傻瓜青蛙策划各种侵略蓝星的计划，但是却蹦出了各种搞笑的剧情。蓝星呢，其实就是地球的意思啦。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军曹在潜入日向家的时候，不小心就被东树还有夏美抓住，然后他的武器 Kero 球也落入了东树的手中。于是 Keroro 军曹就开始了隶属于日向家的生活。想到他们共鸣的画面，就觉得超闹的。我昨天又重看一次，我笑爆。那在结局里面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树和夏美的爸爸日向春终于要回家了。那军曹他们第一次听到春这个字，还以为是什么蓝星人的秘密行动，特地开了紧急作战会议。后来他们收到一封 K 龙星的邀请函，要招待他们去 K 龙星玩。但是其实这个是障眼法啦，其实 K 龙星为了要征服蓝星，才假装邀请他们，然后想要把他们灭口。不过在地球待了很久的军曹，为了要保护地球，就创了蓝星保卫队。我がケロロ正体はただいまよりペコパいや地球防衛軍となるであります。利用军曹还有东树的嘴遁，化解了这场地球重大的危机。最后东树跟着同学去了远足，然后西子的同学还以为终于逮到机会可以跟东树独处，但是想不到大家都跑出来凑热闹，坏了他的好事。最后就在大家一起野餐下画下了句点。好，下一部要来讲就是《布布恰恰》这部动画呢，不仅是一部灵异动画，还是成人动画。布布恰恰恰恰，布布恰恰恰恰，哎，在这里，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那布布恰恰呢？这个故事是在说，有一天弟弟的爸妈给了他一台玩具车，他就一个不小心的把玩具车开到路上，差点被车撞上。结果他们家的狗狗恰恰马上就跳出来救了弟弟，可是呢，恰恰却被车撞死了。妈妈为了安慰弟弟，只好说恰恰死掉之后变成了猩猩。不过因为恰恰是一只忠心耿耿的狗，变成灵魂之后，他也不想要投胎，所以就决定借车还魂，把灵魂附身到车子的上面，守护只有3岁的弟弟。所以我说这个是灵异动画，没毛病吧？那其实呢，这部动画卡通每一集都是日常篇，所以其实每一集的结局都很平淡。那最后一集是在说，有一台金鱼飞机掉进了海底，但是恰恰没有办法把飞机拉上来，于是召集了他的朋友们，老鼠警车、河马卡车，还有大象挖土机等等，一起到海里面去拯救被石头压住的金鱼飞机。然后就在帮金鱼飞机移开石头之后，他就把大家一口气吸到肚子里面，然后在水里直接给我起飞，然后就这样飞到完结。哈 ，Hello， 我的
但是我看到弟弟坐在那个飞机最外面，我就觉得不合理，怎么可能可以有人就这样坐在飞机外面飞在天上？所以我合理怀疑他在第1集被车撞之后，应该就直接死掉了。后面就是他的灵魂跟那只狗的灵魂的故事，你懂吗？我是说认真的，你不要笑，不要瞎掰好吗？真的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然你不是觉得这个结局太不合理了吗？怎么会有小朋友坐在飞机上面这样飞来飞去的？对，我自己讲的啦，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而且就算他没有死，他整天跟那个车在那边讲话，我也觉得他应该要去收惊吧，很可怕欸。果然小孩子在6岁之前都有可能看到灵异现象欸。然后我在重看第1集的时候，发现它不只是灵异故事，还是成人动画。为什么呢？就是在第1集，玛丽跟弟弟说恰恰已经死掉的时候，他就自豪的说他自己什么都知道。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妈妈躲在什么地方吃又香又好吃的香肠？这个大人看应该会觉得是成人梗吧？至于是什么成人梗，就你们自己想想看喽。好啦，那今天最后一个要来讲的就是忍者哈特利，是耶。那忍者哈特利的故事是在说，哈特利是一位修行中的伊贺流少年忍者，为了修行，所以寄居在三叶他们家。那整体的故事大致是在说哈特利跟剑一的日常，还有各种花式昏倒跟各种超瞎的忍术的故事。忍术气球泡练术，忍术气功破题泡。是不是看完觉得童年很荒谬？怎么可能直接在瀑布里面炸出一个洞啊？还是这样子炸出一个洞，然后下面的水还继续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啦，那因为我觉得动画跟漫画的结局差太多，所以我就先跟你们讲讲动画版的结局。那在动画的最后1集，剑一和梦子他们要去山上滑雪过夜，然后为了不让烟卷来破坏他们的好事，剑一还是先借给烟卷最爱的电动来支开他。但是烟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决定上山去整他，不让他称心如意的和梦子约会。后来呢，烟卷骗剑一说他是和女子学校来玩的。一听到女子学校，剑一的脸就红了啊，所以他就马上答应要跟烟卷去找女同学 happy 一下。那想当然，哪有女同学呢？其实都是烟卷假扮的。然后烟卷还使出美人计，想要骗剑一女同学，想要请他帮忙拍在泡汤的时候的合照。是男人哪过得了美色这关？光是听到女学生泡汤，应该就流口水了吧？所以呢，色心大起的剑一就走到了温泉里面，想要拍照，结果殊不知竟然拍到了梦子。然后呢，梦子就气扑扑的把剑一做成雪人惩罚他。而聪明的哈特利也发现这个是烟卷搞的鬼，也把烟卷做成了雪人惩罚他。然后就这样没了，很突然吧？好啦，但是相对漫画呢，真的是比较有结局的感觉。那在漫画的最后1集，哈特利的爸爸寄了密信给哈特利，那信中就写着：长时间在东京修行辛苦了，哈特利，你该跟弟弟与狮子玩回伊贺喽。然后正当烟卷想要偷看的时候，他自己也收到来自甲贺印的密信，让他收拾行李回老家去。那收到信之后，哈特利就决定最后一次送剑一去上学，然后上学途中也遇到烟卷来告别，但是剑一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可是当他到学校发现烟卷已经转学之后，他就急忙的赶回家找哈特利，但是却在房间里面看到一封告别信。可怜的剑一就只能在房里呼喊哈特利，然后就剧终了。别了，剑一先生，改日再会，在下要走了。是不是跟动画比起来差太多了？一个是真的有跟你告别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突然就没了。这个才是大家想要看的结局吧，妮妮。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以上的动画结局，你们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呢？那么下期见，拜拜。